社聯呢10年嚟都一路係關注貧窮嘅情況。咁過往我哋從一個收入去睇到，即係香港一個嘅貧窮嘅情況同埋貧窮線嘅建立。咁今次嘅調查呢，就我哋從一個嘅即係基本生活需要，而係睇到貧窮而帶領到而引致到嗰個嘅匱乏嘅情況，同埋社會排斥嘅情況。所謂貧窮係面對乜嘢嘅基本生活嘅條件嘅即係惡劣嘅情況，我哋通過呢個調查裏邊去睇到出嚟。咁而整體喺今次裏邊，除咗係睇到香港作為個相對富裕嘅社會裏邊，其實貧窮人士面對嘅匱乏同埋社會排斥係嚴重嘅。咁亦都睇到，就算係我哋有綜援，就算係我哋有唔同嘅社會服務，係接受緊呢啲服務同埋綜援嘅人士裏邊，都出現咗即係匱乏同埋社會排斥。咁好基本嘅就係即係財政上或者經濟上嘅支援不足。咁綜援過往呢幾年其實係嗰個基本金額係不足夠，特別係租金津貼嘅不足夠，令到好多生活喺綜援人士嘅家庭呢，都係負擔唔起一啲嘅基本生活嘅開支。而第二樣嘢，我哋睇到係服務不足嘅問題，好多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生活喺匱乏裏邊，係因為即係一啲嘅公共服務，特別係醫療服務嘅不足。譬如喺公共醫療裏邊係冇牙科嘅服務嘅。咁而最重要，我哋睇到解決貧窮呢，唔單止係即係政府喺即係綜援或者喺服務方面，其實好多貧窮嘅人士面對最大嘅困難係社會排斥。所以我哋好希望喺公眾教育裏邊對一啲弱勢社群嘅接納，同埋俾到佢喺參與經濟活動，譬如就業機會、參與社會活動，係唔好受到社會嘅歧視，係令到好多而家面對貧困匱乏嘅貧窮人士係得到可以一定嘅舒緩嘅。唔該。